呢度係金鐘公園，應該好多人都嚟過啊！呢度都開咗幾十年啦，1986年到開嘅呢度。禮拜六、禮拜日就多人嚟，一至五就冇乜人嚟啊！嗰陣時我都記得，好細個阿媽帶我嚟過咁上下，跟住阿媽都冇嚟過。幾靚嘅呢度地方，唔使點消費，唔使點錢，淨係搭車啫。沙漠區，對上嗰一次同我阿媽嚟，應該係都20年前啦。呢度溫室區，我諗我阿媽都冇機會再嚟㗎，而家佢行動都唔方便。溫室區，如果得閒咪同屋企人星期日嚟行下咯，咁靚地方又唔使點錢。有時同屋企人相處日子唔係多啊，到冇咗就覺得可惜㗎，冇再見你屋企人。